Shalom 平安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早安！感謝主，今朝獻出咧每年嘅主日禮節，即間能夠一齊嚟敬拜上帝。好，今日即間係望落上帝歡喜，即間嚟一齊禱告神呀。主啊，我實感謝你，出呢個每年嘅主日禮節，我都三能夠一齊嚟敬拜讚美你高見一個名。今日我都認一堂嘅歡喜，求聖靈幫助我都認。睇睇師傅本每會參加咧客家 online 嘅弟兄姊妹。上帝堅固咗晒信心，能夠更加嘅努力在屬靈裡面能夠狀態。感謝你主啊！咁樣禱告，奉耶穌名求哈利路亞，阿門。弟兄姊妹，即係今朝先啊，學習啦，像啊，講我自己當然兩百人保持，但自己當然嘅心啊，能夠在上帝面前係單純嘅心，和邏輯嘅心啊。嗱，你係安全咗，弟兄姊妹。嗱，即係看一個詩篇。也提會兩班人講啦，出呢個詩篇139篇23到24節人樣講，上帝啊，求你監察我，知道我嘅心事，試驗我，知道我嘅意念，看出我裡面有咩惡事麼，帶領我就人生嘅道路。嗱，條條咪呢度提會，到自己當然啊，自己當然來到上帝面前，求上帝啦，來查考自己當然啊。因為按多先啊，自己都按行啦，唔要了解自己當然啦，自己都按行啦，自己認為一做事情係錯，猛啲啊，在上帝眼中就做唔對啊，嗱，所以嗱，就出一個見證啦，提會啦，提醒自己當然，自己都散啦，多嚟到上帝面前，呀，求上帝啦幫助自己當然後嚟咪有，在上帝面前自己能夠後。自己嘅心啊，自己思想啦，完全咪踏步做上帝所愛嘅呀。嗱，聽住咪要計筆記呀，要計筆記人樣講，因為阿叔去做齋堂嘅呀，隔日會咧計賣麵頭家。嗱咧做齋堂阿叔嗱，佢每日嗱佢特登做齋堂啦，佢送去本一計賣麵頭家店啊，佢哋賣。嗱呢計齋堂啦，佢做出啲包嗱雞落。嗱，就呢啦做齋堂阿叔啦，佢送家齋堂時候啦，加佢高米狀話，係啊高米狀。嗱，每日嘅生活上樣嘢話，嗱到咗熱了，呢個賣麵頭家都發覺到啦，你啊做齋堂阿叔是唔落蝕啊，猛啲啊，但佢搞個研究嗬，佢齋堂佢講係睇雞咯，猛啲冇隻雞咯事，樣出嚟，有啲隻賣麵頭家都50級哦。佢就多數壓呢隻阿叔了，用加下佢嚟嗌到門佢清楚了嚇。嗱，佢講啦，聽講日一個做齋堂阿叔要嚟喎，大人嘅齋堂嚟咯，送本一個賣麵頭家咯，賣麵頭家面對面悄悄喎，叫你做齋堂，隔你搞個研究，又猛啲，你齋堂叫隻雞咯，你講到雞咯，就人家唔係啱齋堂見下你。你咪有你 protest 㗎哟，又係希望我唔係齋堂，唔係唔夠錢，jadi啦，見下晚啲你按叫，你搞個人叫晚啲你又騙我冇雞攞嚟，嚇，你個做齋堂阿叔嚇到話，就冇隻雞咯，咁但邊個唔會印錢啊？因為睇翻有一啲人按叫我冇本事買錢啊，呀，所以我唔會印裝喺齋堂，我識用做一米。我跟你買米跟做雞咯，啲雞咯，我識將把一米按葱，我齋堂識按葱話，我識做一米按葱嚟錢啊，嗱，聽住未？見人家賣米頭家都一面人送鑽石咯，頭那人送累咯，咁困家咪做齋堂阿叔一面咯，佢當啥咪？佢當啥小利啊？懂咪？嗱，就一出啲咯，順利每集落息嘅時聽住未？係咪齋堂阿叔？到了賣麵頭家，嗱一群一賣麵頭家，佢唔會去錯啊，猛啲佢先做沙啦，呀，佢先咪開始唔落蝕啊，所以嗱結果嗱，佢把佢做事情對到，嗱結果就一群咯，在上帝面前自己先按係樣嘢話挑戰我，只要想自己認為同自己做事情係按錯按對了，就上帝嘅計劃了，但係事實自己啱多少嗱忽略係啊，呀做嗱做唔到，睇唔到。上帝所愛嘅，偏偏自己嘅心、自己嘅思想啊，暗行啊，偏在話聽住咪。嗱，所以嗱，像係經節話，提會講話，求你監察我上帝啊，知道我嘅心思，也試驗我，知道我嘅意念。嗱，是到嗱自己有個有壞嘅思想，有唔好嘅計劃，也自己也有
求上帝帮助一家多人啊，也求圣灵来改好一家多人嘅思想，改正一恶三嘅想法啊。那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一個安慰嚟到上帝面前，也只求聖靈幫助。本身如果一個做一個三個本事，按多少只會做唔到，弟兄姊妹嗬。那因為呢，一個上個呢，按人困難嘅錯處身啊，唔啲一個等三個沙啦，呀，看困難嘅沙啦，看困難嘅弱點，特別唔啲一個等三個弱點多了又多，嗬，弟兄姊妹呀，你一個你愛等三都經過個位，甚至一知道，佢就你唔用做事情嗬，唔合理，呀，唔做得用做咯，嗱，但係呢，生下一個等三都會做，像佢用做嘅呀，所以呢，一個等下啦，生下啦，唔難嘅，唔了解，如果一個等三做啥啦，嗱，所以呢，一個呢安慰啦，嚟到上帝面前，聽住咪嗬，求上帝幫助一個對面，呀，求聖靈嚟。啲指點一個多年啊，使到一個思想啦，又那真正做上帝所愛嘅。嗱，按多少只會講，啱年是唔會上網嚇，啱年按平常咪算呀，按別生係唔會交鬧嘅人，但係間知道係別撇晒一個河，嗱聽住咪，係樣講乜人，上嚟上網唔上網，係啊，佢講啱是唔會上網，但係嗱啱是別撇晒，哎呀個安中啦，個河啦，係啊。愛筆記啊，愛個聰明上啲啦，呀！嗱，不就呢個，啱年最唔會講壞人嘅，聽住咪意思填二度麼？呀，愛nhiều錢多啲啊，別使啦，個 A 發，愛最唔會講人嘅人啊，愛真正嘅錢唔會講人，特別嘅講啦，聽住咪佢講冇點啊，講冇點，你責任講責任啊，聽講叫冇講人啊，啊真似㗎，嗱，你呢個愛是唔識得講壞人，但係嗱，愛按識得。報告本人家啲啊，我及別人生發生咩事情，發生咩情況，前人報告啊，嗱聽住咪，嗱招啊樣嘅人啊，竟然唔會去做錯了啊，但係嗱時識去做啥啦事情，所以成日實冇得學聽住咪啊，又冇講交鬧，冇講安慰講人家嘅閒事啊，冇點去咪破壞人，呀點看人家嘅錯處，點看人家嘅沙啦，呀唔知是一單啥。嘅沙啦又多了多點字咪嗬，所以呢就一求聖靈幫助一個對面，一個呢批評啊，愛來到上帝面前，一個愛謙卑嘅心，呀，一個啲一個呢按多時呢唔願喐下去啊，但係上帝嘅話語嚟提醒一個都根本人嗬，嗱，即係點字咪，一個見下嚟看兩班人啊，嗱，除咗希伯來書，我一般點字咪看一個希伯來書呀，你係按從了解，希伯來書第4章13節樣講呀。嗱，希伯來書第4章13節，並且本上帝從初計，嗱，上帝從初到一家多年咯，聽住咪嗬？冇咗熱像在家嘅面前啦，冇顯出嚟嘅，嗱，意思講啦，在上帝面前啦，冇有事情一家能夠抗衡嘅呀，冇有事情一家都能夠免係嘅呀，能夠改係嘅呀，唔可能，係啊，冇有事情在家面前冇顯出嚟嘅呀。人類一切啊，在愛到人愛向佢負責任嘅啦，都係拆路敞開啊！千鋪一個多人上帝愛一個啥負責任嘅事情，上帝愛一個啥做嘅，而家每責任各人要負責任，出啲工作啊，出一個啥生理方面，出一個家中度、家庭度，各人做丈夫嘅責任，做太太嘅責任，做聖人嘅責任。呀，做頭家責任、工人嘅責任，呀，只有做上帝僕人嘅責任。千鋪呢，上帝講啊，在上帝面前係咪拆路敞開啊？千鋪呢，路開為嘅，冇有命係嘅，冇有改係，冇有咪離係嘅。千鋪在上帝面前係打開精彩，上帝看手聽住咪。所以呢，你心係安全咗。當咪心未安全咗啦，聽住咪，因為心呢係人嘅中心點啊，心呢就係人嘅中心點。即係講呢個箴言27章19節用文講，箴言27、19，水中照面，彼此相符，人甲人呢心也相對。你看，一個照，一個呢係在水面照嘅時候呢，哇！一個咧看咪個鏡，哦，唔係講水啦，係一個見下。今日是台來就面吹水是安難潛嗬，係幫白是
希望把一根本是又降水又照面，又降水又照面。那今日一个是无聊呀，一个今日喺做了布头呢，一个呢把你那杂姜，一个照姜时候呢，那假设一个都啥发出，一个都啥面人用hin喎，所以呢一个都啥呢，会从一个心中度呢发出你一个弹拍呀，你就系按用hin呐，一个嘅弹拍啊从心中度发出来，假设系一个都啥嘅念念啊，弟兄姊妹，那上帝一个都念啦，一个念念会露出来呀，冇加冇会神啊，弟兄姊妹。主耶穌呢接皮呢班法利賽人，隔呢一個撒都該人，佢都啥千鋪咪假冒為神啊！主耶穌我們要啥假冒為神嘅人啊，呀，得咪得唔到天堂嘅，得唔到天堂呀，因為咪佢都你都人做嘅呀，喺外面可能安好，但係心中度最內心啊係滿足一個惡嘅事情啊，所以呢，這樣條姊妹心啊就係人嘅中心點。所以呢，一個心兩班人啊，就能夠發出來出一個想法、一個動作、一個行為、講法、思想，聽住咪？呀，面水啊，面水發出聽住咪？呀，係心係唔對，心係唔正，心係黑暗嘅，哇！面水都係能夠講出來啊，一都能夠看哇！你隻人是無夠哦，心就可能唔正啊，一個未啲，一個。比如講，一間唔識你責任啊，唔識認識嘅，唔識嘅，唔啲嘅埋面，但係一間人提住去看到嘅面，一間知道，哇！你責任是唔多唔咩唔安全啊，呀，你啊冇咩合作朋友啊，同埋面水，一間都有看到，哦，你責任嘅心啊唔正啊，嗱，弟兄姊妹，所以呢，一個啥要保持一個心，呀，直到每責任看到一間時候呢，呀，隔一間認識打招呼嘅時候呢。幾多人看到這一面水呀？一笑就呀，一個動作，一個威化，一個行為，幾多人就感覺到哇呀！你係你特得嘛突然識嘅人，你特得嘛羅識人，你特得嘛如果可以相信嘅人，嗰年啊你那特得嘛係入為基督徒信耶穌嘅人，阿們弟兄姊妹，那天意嘅，同埋心很重要啦，因為心係上帝看你啊。上帝識看一心，唔係看一外面，呀，唔係看一面貌啊。喺撒母耳記上，呀，撒母耳記上16章第7節嘅時候，當上帝差派撒母耳去恩膏呢個提拔嘅時候，嗱，提拔阿爸以撒，以使，佢含一個聲音，佢嚟全部呢行出嚟，呀。一隻日嚟天而嚟，哇！全部嚟個個提面笑身子母啊！家陣中啊係做網嘅面水啊、鮮菜啦，家陣真係合熱到了。嗱，但係你啊，上帝有乜講撒母耳聽啦？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講：啊，你唔好看一個外貌，一個鮮菜個體，愛莫近善機。上帝講咪啦？講撒母耳聽。你冇本見到啥外貌，沒有，就是用看啥啦，呀，冇像看嘅外貌啊，呀，冇像看嘅身材啱好看啊，所以講愛莫近善機，因為呢，耶和華唔係從人來看人啊，人係看外貌，呀，耶和華係看咩啦？弟兄姊妹，看內心啊，你看弟兄姊妹，上帝講撒母耳聽。愛善嘅是唔係像外貌啊，呀！上帝講愛善嘅啦，係咪係嘅心中度心愛善嘅責任係嘅心幽格啊心啊合熱到嘅啊，嗱結果呢，善到咪生啦，善到提背，跟住合到上帝嘅心嘅人，嗱，把隻下嘅時候呢，起出嚟呢，提背冇吹計嘅條件咪，提背很重一個用啊，結果呢，半夜白白喊盡來。慢啲識幾嘅事，上帝善啲啊！條生，呀面風呀，細熱頭，呀看到面貌是唔像冇嘅面貌哦，呀冇先很細人很條生啊！但係上帝講，幾個心，出動一個心嘅，愛識愛按用獻嘅心嘅人做呢個以色列人幫，人看條住咪上帝看住一曬心，基本而且嚟到上帝面前，只一叫上帝。查求住一個人嘅心點姊妹，按多時候就一間啊
在心中度呢，用咪用一個惱怒，一個消恨，用一個苦心呀，變成呢，自己結果呢，心中度呢，又發出一個有一個好嘅影響對面啊，弟兄姊妹，所以只要求上帝幫助，求聖靈大家同齊，或者係力量能夠可以改變啊，弟兄姊妹呀。第三名呢，那當咪心安重要呢，因為心呢又發出壞事情咯，弟兄姊妹，心又發出好，心又會發出壞嘅事情啊。在馬可福音第7章21到23樣講呀，只要看呢心呢會變出又做出壞事情啊。因為呢，從裏面，就係從你心中裏面呢，就係呢，從人心裏啊發出，因為惡嘅心事不白，係就呢，呢個偷人啊，偷人過了，兇殺、奸淫、貪心、邪術、詭詐、淫蕩、嫉妒、妄圖、驕傲、硬出心嘅人，或者講唔通嘅人啊，嗱呢個從全部呢從每啲發出來呢，弟兄姊妹，從心中度發出來嘅。嗱，你看很多呢是很多哦，極多種嘅壞嘅事情啊，在從我哋來從心中度嘅。所以呢，即係弟兄姊妹，即係求聖靈幫助一個人。如果一個見下還要用出心呀，係為了家計啊，可能要熱量計。還吹住一剎嘅各人嘅生活裏面，只一求上帝來幫助住一個人，能夠有改變，呀，想出嚟，加熱切在心中度，魔嘅，呀，壞嘅，呀，為好像一個吐，呀，吹住一到曬心中嘅，即刻想出去，求上帝，呀，來幫助住一個人，能夠有為堅固嘅信心，能夠有好好嘅改變，好好嘅悔改，阿門，弟兄姊妹呀。呀，從我實從我從做上帝僕人，這一種呀，冇要講比條件冇要過好嘅，冇個人自己都啲自己都嗱心中度限住呢個弱點，限住去改變嘅，限住去悔改嘅，呀條件冇呀，明呀？好第四個，心呢能夠發出咪生命啊，心能夠發出一個生命，嗱，從心能夠發出壞事情。心人能夠發出係係生命，嗱，講呢係箴言第4 23樣講，你愛保守你心，超過保守一切，因為呢熱身嘅過後係心發出來嘅，嗱，聽住未？上帝把你講啊，你愛保守你心，超過保守一切，唔係啦，比其他事情啊，自己保守嘅心係非常係重要啊！超過一切嘅，因為呢熱身嘅過後，自己熱身嘅打出嘅過程啦，係從我哋咧聽住未？係心發出嚟嘅，嗱，聽住未？你打出個字係酸啊，係澀啊，係苦啊，全部就係咪從心發出嚟嘅？如果根本自己又打出個字係甜嘅，係香嘅，呀，嘅呢一種啊，從心中度發出咪要生命。要呢計咪發計流水啊，能夠流出來，能夠使到啱當而家得到咪得到益處，呀！自己一生嘅打出嘅果子啊，係好嘅，係甜嘅，係能夠擁有上帝嘅命。嗱，哈利路亞，弟兄姊妹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學習嘅弟兄姊妹呀，讓班人保持住一顆心，在上帝面前要單純嘅老實嘅心，因為呢，即係呢做呢上帝遷就，在每一個嘅世人啊。上帝愛住一剎啦，保持住一剎心，保持好好，超過一切嘅。因為嗱，一啲啊，從心中度發出咪果子啊，弟兄姊妹。嗱，日日人自家都三條，第二年都上善堂，又第二年認識耶穌，係從住一剎嘅生發出嚟嘅，呀，從一個心中度發出嚟嘅生發，能夠帶出好嘅見證，讓影響住一多人嘅規劃、動作、想法，啊，用顯著能夠達到上帝嘅心，阿門，哈利路亞，哦，即係弟兄姊妹，現在先計上帝話呢講你會知，我相信自己多年，求聖靈幫助自己多年，呀，啊，每自己從做唔到嘅軟弱嘅，自己求聖靈，聖靈呢你幫助我，你係一個力量，係一個幫助者，
相信每ngày對嘅聖靈求你幫助我，提醒我，幫我力量能夠去改變，有悔改。阿門，哈利路亞。我嘅心裏充滿主嘅喜樂，因為耶穌係我嘅救主，佢純真愛我，佢純真帶領我嘅心純真也愛佢，我嘅心裏充滿主嘅喜樂，因為耶穌係我嘅救主，佢純真愛我，佢純真帶領我嘅心純真也愛佢，主耶穌，我心感謝你，因為主愛純真無改變，主耶穌，我心感謝你，因為主愛純真包容我。哈利路亞，感謝主。即刻嚟進入結束嘅禱告呀！主耶穌，感謝你，感謝你帶領，感謝你看顧，感謝今朝先提醒我哋人，這種嘅反應，幫我哋人愛主，有單純嘅老實嘅心在上帝面前，因為安樣嘅啦，安樣嘅心啦，就係上帝所尋找嘅，在我哋嘅生活當中，主啊，感謝你幫助我哋人信靈，按到上我哋會做唔到。我等人會到啱啱去改變，啱啱悔改。但係如果聖靈你幫助我哋人，你恩膏我哋人，幫我哋人能夠相互起來，能夠改變，能夠悔改，聖靈幫助我哋人。感謝你啊，感謝你主耶穌，佢哋師傅妹會參加了 online 嘅慈悲弟兄姊妹，主啊，求你加添嘅信心，加添嘅嘅愛心對你，在嘅生活當中能夠有好好嘅見證，能夠從心中度發出好嘅果子，能夠甜蜜嘅果子，能夠更加有好見證。上帝名的榮耀，感謝你主啊，感謝你，一切榮耀歸上你嘅名，係用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名求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